上集講到袁崇煥同崇禎皇帝嘅衝突越嚟越大，矛盾越嚟越深。皇太極咧就趁住呢個機會咧，又試向明朝進攻啦。今日續講。嗱，呢次咧皇太極學精咗，佢見到山海關咁難攻，就索性經蒙古兜一個彎，直接嚟進攻北京。嗱，點解以前佢冇咁做呢？因為當時蒙古仲未俾滿清收復。而家佢哋已經收拾咗蒙古，就由蒙古出發，兜過山海關，直接打北京嚟避開袁崇煥。但係咧時機不密啊，嗰頭袁崇煥咧就得到情報，即刻由山海關帶咗9000個騎兵，2日2夜急行軍300里，就俾清兵咧早2日翻到去北京，駐紮喺北京城外邊。崇禎皇帝好感動啦，即刻慰勞啊袁崇煥啦。點知袁崇煥提出咗一個要求，佢就面色都變埋。原來袁崇煥話袁家軍呢2日趕咗300里路已經好攰啦，希望入城休息。呢個要求崇禎皇帝即刻唔批准。點解呢？因為崇禎皇帝呢個時候對袁崇煥已經有好多偏見，佢懷疑袁崇煥你係咪真心打清兵噶？於是佢好粗暴咁拒絕咗袁崇煥嘅要求。不但唔俾袁家軍入城，仲強迫袁崇煥你去城外邊同清兵打野戰。其實當時袁崇煥想入城，點止兵馬疲乏咁簡單啊！佢收到風呢次皇太極咧又帶咗10幾萬人嚟，好搭友，而佢咧就得9000個騎兵嘅啫。咁佢嘅計劃係咩呢？佢嘅計劃係等佢啲手下帶兵由山海關翻嚟同佢會合。然後先同皇太極咧打一場，而家打真係冇乜勝算嘅。但係崇禎皇帝咧係一個性格好急嘅人嚟嘅，佢又得19歲，性格咧完全未成熟。佢唔俾袁崇煥入城，要袁崇煥用9000兵馬去抵擋人哋10幾萬人。嗱，呢個想法咧係黐撚線嘅。又或者咧佢根本唔信皇太極有成10幾萬人咁多，佢份人疑心重就係咁。不過皇太極喺2日之後嚟到北京，袁崇煥喺崇禎皇帝嘅壓力底下呢，亦唯有出擊，同皇太極喺北京城外邊大戰。嗱，呢次呢，袁崇煥呢冇得喺城樓上邊指揮咁他條啦，佢要着埋盔甲親自上陣打，由上晝打到挨晚，終於打到清兵撤退咗10幾里，撤退去咗一個叫做南海子嘅地方駐紮。不過呢次係慘勝，袁崇煥自己都中咗箭受傷，唔死就算偷笑。但係崇禎仍然唔收貨，佢仍然唔俾袁家軍入城休息，因為佢見到皇太極仲未退兵啊嘛，仲駐紮喺北京城外邊10幾里，唔係好遠嘅啫。於是佢又起勢催袁崇煥去打。佢話你明明打贏啊，點解唔去追擊呢？各位，世事往往係整定嘅。個天要袁崇煥死，自然會做好多原因出嚟。喺南海子呢個地方呢，清兵呢就屠殺啲平民嚟泄憤。消息傳到去北京城裏邊，啲老百姓就好驚，佢哋又驚又嬲，佢哋開始埋怨袁崇煥，點解你唔去追斬皇太極啊？甚至當時有一種講法，話袁崇煥唔肯追擊皇太極係別有用心。清兵咧一定係袁崇煥引嚟逼阿崇禎皇帝投降講和嘅，因為佢哋覺得咧袁崇煥咧一直都同皇太極咧有和議，咁而家咧係咪話即係引呢個皇太極嘅兵，令到阿崇禎皇帝咧都要講和咧咁，於是咧佢哋嬲到喺城樓上面咧掟石頭，袁家軍咧有幾個士兵咧仲俾啲石頭咧揼死咗。所以話呢個世界最傷害人嘅唔係壞人，係蠢人，尤其是嗰啲又蠢又中意講是非嘅人。呢個時候又發生咗一件事，呢件事咧係直接整死阿袁崇煥嘅。嗱，話說呢個時候咧，清兵捉到2個喺城外邊負責養馬嘅太監，咁皇太極咧就度咗一條反間計，故意俾呢2個太監偷走。仲喺偷走嘅過程咧，俾佢哋聽到2個守衛講嘢。其中一個守衛話：嗱，而家皇上咧駐紮喺呢度唔進攻咧，唔係佢唔敢，其實係佢嘅妙計。
琴晚半夜啊，我睇到皇上一個人去到袁崇煥嗰邊，嗰邊有兩個軍官走出嚟，同皇上密斟咗好耐，皇上先至一個人翻嚟。睇嚟皇上同袁崇煥已經有咗密約，我哋好快咧就可以入城噶啦。兩個白痴太監以為聽到重大秘密，走到翻嚟就將呢件事獻寶咁講咗俾崇禎聽。嗱，講真呢條橋咧，其實係好白痴。皇太極咧，其實就唔係一個幾好嘅創作人嚟嘅。但係崇禎信咗，佢即刻召咗袁崇煥同埋袁崇煥手下嘅大將祖大壽入宮，即刻將袁崇煥呢二話不說就逮捕收監。不過佢放咗祖大壽走，祖大壽喺城外邊等咗3日都冇袁崇煥嘅消息。到咗第4日，崇禎派太監嚟宣讀聖旨，話袁崇煥私通皇太極，而家以叛國罪將佢逮捕。不過呢，佢只係追究袁崇煥一個人，而唔會追究其他人。祖大壽話嬲到手都震埋，佢即刻拉隊走人，絕對冇留戀。祖大壽拉隊走咗，北京城變成冇人保護嘅狀態。而本來嚟緊同袁崇煥會合嘅部隊收到風呢，亦都唔再嚟啦，調翻轉頭翻去寧遠同錦州。哇！崇禎開始知驚啊！佢冇諗過拉咗袁崇煥原來係咁 Q 大鑊嘅，即刻派人入監倉宣讀聖旨，命令袁崇煥寫信叫阿祖大壽快啲翻嚟。袁崇煥係一個絕對唔會低頭嘅人嚟噶嘛，佢梗係唔寫啦。不過有一個兵部嘅官咧就勸阿袁崇煥，萬大事幹咧係以國家為重，唔好因為私人恩怨而傷害咗民族嘅尊嚴。萬大事幹以國家為重呢句說話打動咗阿袁崇煥啦，於是佢即刻寫咗封信俾祖大壽。咁啊，崇禎派人快馬去追阿祖大壽。嗰頭祖大壽咧，其實已經衝出咗山海關噶啦。佢收到信咧，忍唔住流眼淚。佢成班部屬咧一齊都喊起上嚟，一班大男人一齊喊。呢一晚，即使佢哋已經好疲乏，仍然調轉馬頭，馬不停蹄咁趕翻北京。嗱，成件事咧，因為咁啊露出咗曙光啦。嗱，本來嚟緊會合嗰啲部隊咧，本來因為知道袁崇煥俾人收監已經走咗，而家收到祖大壽嘅通知咧，亦翻嚟。嗱，嗰頭皇太極收到風，袁家軍已經全部嚟緊。以往俾袁崇煥打敗仗嘅經驗咧，令佢淆底。佢諗起要同袁崇煥打仗咧，就有啲好似發噩夢咁。原來咧連皇太極呢種人咧都會變得咁細膽嘅。於是咧，佢決定撤兵，着草翻去遼東。嗱，一場危機咧就咁終結。但係袁崇煥並冇得到咩好處，崇禎仍然囚禁佢。當時滿朝文武百官咧都知道袁崇煥係冤枉嘅，大家都想救袁崇煥。祖大壽上疏願意將自己削職成為老百姓，以老百姓嘅身份為朝廷作戰，嚟換取咧釋放袁崇煥。除咗祖大壽咧，另外一個袁崇煥嘅下屬何之璧就帶咗全家40幾個人咧去皇宮外邊請願，甘願咧成家人全部去坐監嚟換取釋放袁崇煥。咁除咗呢兩個部屬咧，其他咧都有啲官係上疏要求皇帝釋放袁崇煥嘅，但係崇禎唔理，佢將袁崇煥以漢奸罪名處死。仲要係割1000刀先死嘅凌遲。唉，有咩咁大仇口啊？崇禎，你係咪有精神病嘅咧？我相當懷疑咧，崇禎咧係有精神病嘅，佢係有被迫害妄想症嘅。行刑嘅時候，劊子手仲未喐手，啲老百姓已經衝上嚟咬袁崇煥身上嘅肉，咬到見到內臟。劊子手一刀一刀將啲肉片落嚟賣俾人，一錢銀子一塊肉，生意非常之好。啲禽獸一樣嘅人呢，爭住買嚟食，食一啖就賴一聲漢奸。好快袁崇煥呢就俾人食晒，剩翻一副骸骨。呢一副骸骨冇人敢去收葬，直到3日之後嘅半夜，有一個人偷偷地嚟執咗副骸骨走。咁呢個人係邊個呢？呢個人姓佘，係袁崇煥嘅一個僕人。
佢將袁崇煥嘅骸骨咧偷偷地葬咗喺北京廣渠門嘅廣東義莊裏邊，但一直冇人發現喎。咁咧好大膽啊！因為如果俾人發現咗咧，又係死罪嚟。余先生咧從此一世咧守住袁崇煥嘅墓，佢死咗就葬咗喺袁崇煥個墓側邊。佢臨死俾咗子孫3個遺訓：第一，世世代代要為袁崇煥守墓；第二，唔好做官；第三，唔好返廣東老家。佢嘅子孫非常聽話，真係世世代代都守住袁崇煥個墓。總共咧經歷咗17代，一共372年。呢372年裏邊，忠心耿耿，永遠守墓不離不棄。直到2020年8月，佘先生嘅第17代孫佘幼芝女士過身。嗱，呢個歷時372年嘅傳統咧，先至結束。各位，呢種咁高尚嘅情懷喺人類歷史上係罕見嘅。你話我話啦，袁崇煥嘅死咧係對明朝有好大影響嘅。佢死得咁冤枉咧，成個明朝咧都變得士氣低落。明朝嘅戰鬥力一落千丈，正式走上咗絕路啦。到後來好似李自成呢啲農民軍興起咧，明朝就咁玩完。各位，我用4個字嚟總結袁崇煥嘅一生，就係英烈千秋。嗱，呢個故事講完啦，大家有咩感受呢？歡迎各位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遲下再見。